资讯安全是国家安全正重要的关键。总统蔡英文早起出席台湾治安大会开幕，总统强调讲，政府会来建立治安国家队，打造达到咱国际信赖的治安系统甲产业链。即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嘛出席治安大会，伊是强调讲，治安无国界。总统蔡英文甲开关记录起，2023年台湾治安大会正式开始。因为治安就是国安，治安力量发展愈来愈受到重视。蔡总统强调，会加速培育治安研发人才，建立国内外治安联防，建造国际信赖治安国家队。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珍妮纳波利塔诺也参加致辞，显示治安是无分国界。政府会跟产业、民间专家以及社群携手合作，建立台湾的治安国安队，打造让国际信赖的治安系统以及产业链。To focus on cyber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resiliency within U.S. civilian networks. 治安也关系到防诈骗加打击诈骗。行政区打击诈骗追加13亿个预算，即马伫咧说新世代打击诈骗行动纲领1.5版，不过大家拢正注意的效果如何？有立委认为，若是无实际计划，打击诈骗恐惊会变做口号尔。尤其要甲51万个诈骗犯内面，起诉率只敢若2成，起诉率上悬的是车手有6成。不过车手伫咧诈骗集团内面是上细只的，希望政府莫忽视严重伫咧背后的组织犯罪。严办车手固然非常的一个重要，但实质上对我们整个目前诈骗集团的这个首脑来说，根本就不痛不痒，还是要回来看我们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组织犯罪的一个部分。立委张其乐讲，伫最近借贷媒合平台 IMB 诈骗事件，呼吁金管会除了加强对 P2P 业务的监管加稽查，也要强化支付监管，避免民众受到财产的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